全台大罢免调已经到啊，罢免国民党立委王凤梅连署已经进入第2阶段。有政治工作者讲，本来邀请到金朝龙要坐讲插入这个罢免，结果被人施压，无法度到现场。暗示讲，这就是王凤梅施压，王凤梅炒早冇详细的回应。 那么他到底是邀请哪位蕉农，我们也不知道哈。所以在讲说有压力而没有出席，我觉得这完全是空穴来风，而且这完全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那我想请罢免团体那么你在行使所谓的公民权的同时，但是呢，不要到处的造谣。 王凤梅发冤枉，伊讲因会知影是邀请倒一位金朝龙嘛，呼吁讲刑事罢免权唔通靠这款制度谣言来罢免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